中國礦泉水和純淨水的生產標準、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飲用天然礦泉水 GB85372018，這是礦泉水的主要國家標準，規定了飲用天然礦泉水的定義、水源、水質要求、檢驗方法、標誌、包裝、運輸、儲存等方面的內容。該標準明確，飲用天然礦泉水是從地下深處自然湧出的或經鑽井採集的，含有一定量的礦物質、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，在一定區域未受污染，並採取預防措施，避免污染的水。綠色食品天然礦泉水 NYT 2979-2016，這是一項行業標準，適用於符合綠色食品要求的天然礦泉水。該標準規定了綠色食品天然礦泉水的定義、分類、技術要求、檢驗方法、標誌、包裝、運輸、儲存等方面的內容，要求礦泉水來源於未受污染的自然水源，含有一定量的礦物質、微量元素和其他有益成分，且水質符合綠色食品標準要求。飲用純淨水生產標準。